Sustainabl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可持續發展人力資源管理。愛作者 Alvin 梁。公司應該舉辦培訓，你會唔會主動參與培訓呢？咁在職場當中咧，我哋成日都即係需要參加各類型嘅培訓。咁但係每當我行入培訓室咧，總會發現咧，就並非所有人都帶住積極嘅心態前嚟。點解會出現呢種嘅情況咧？呢個即係首先有人認為咧，就係自己工作繁忙啦，抽唔出時間參與。咁其次咧，就有人覺得咧，培訓內容咧同自身崗位咧冇直接關聯啦，難以即時應用嘅。第三，更加有啲同事對培訓嘅目的毫無概念，只因為公司要求便被動咁出席。咁呢啲現象咧，就揭示出當前企業培訓裏邊嘅一個核心問題嘅缺乏內在動機與明確目標。企業之所以願意投放大量嘅資源推動員工學習與成長咧，係基於一個簡單而重要嘅理念咧，學以致用。然而，致用從來唔係自動發生嘅，而係需要誘因與制度去推動啦。要讓員工願意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首先必須令佢哋想用。因此，若果能夠把培訓嘅投入同成果清晰咁轉化為可衡量嘅績效，並同獎勵或者係晉升制度掛鈎，便能夠有效提升參與度與投入感。唯有如此，企業喺培訓上所花嘅每一分資源，先至能夠發揮其應有價值。咁就否則即係情況就如我最近喺一場講座當中聽到嘅一個比喻啦 ，flood irrigation 啦，咁就泛灌式灌溉，將成片田地都灌滿水，卻唔理會邊啲植物真正需要，邊啲能夠吸收。呢種方式不但止效率低下，浪費資源，更無法帶嚟預期嘅成果。更嚴重嘅係呢種缺乏針對性同埋成果導向嘅培訓方式，將逐步削弱整體學習文化，教嘅人缺乏動力，學嘅人缺乏意願，最終形成惡性循環。有效嘅培訓從來唔係公司要你學，而係你想學，你有得益，你願意實踐。